下暝天气稳定，民众若准抬头向西边看，就当看到两粒真光的星哦，这就是金星甲木星。台北市立天文馆表示讲，今仔日就是因上届晚近的时阵，若准今仔日看无到，后回就搁爱等10年后。 这几天暗时天气若好，会当看到西边的天顶有两粒真光的星，而且一天一天愈来愈晚。台北市立天文馆表示，迄就是金星甲木星，上晚的时阵，就敢若徛伫月亮的两边遐尼近。 最亮的那一颗就是金星，那比较高仰角比较高的那一颗是木星，两个之间的距离呢，大概是0.54度。在今天晚上他们最接近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们会分别落在月亮满月的两侧。要分辨倒一粒是金星，天文馆讲上光的迄粒就是金星会对下骹爬起来，然后甲木星相闪身，才慢慢离开。这款的天文景致10档才出现一摆，因暗是两粒星上接近的时阵，若无看到后一回搁再出现的时。 就是2032年的2月初7。只要在太阳下山之后，你望向西边的天空，就会很容易看到这两颗。最好是从入夜之后，然后一直到7点、7点半之前去观赏它们，因为再下来就是它们可能就是慢慢越来越接近地平。那 即使还没有完全西沉，可是很容易会被建筑物啊，或者是一些高山所遮蔽住。 毋过受到境外污染物的影响，环保署讲今仔日空气品质无啥好，提醒民众来伫户外爱做好防范。记者马上用曾俊佑台北报道。